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4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19节，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到第9节，路加福音14章12节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福。大家都想要有福气，民间宗教的人都在追求相待，他们说那是福，那是平安福。生意人也很会做生意，在特定的节期的当中会推出这个福袋，好像是说买到了就赚到了。但是其实是有人赚到，但一定不是购买者了这个概念表达出了人们追求福气的一个心境。虽然我们说每一个人对于福气的看法跟定义都不相同，但可以说应该是没有人会拒绝福气。基督信仰提到的耶稣基督的降生复活，我们说这是福音，是上帝给世人的赐福。以赛亚书25章第6节到第9节，在锡安山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为天下万国预备盛宴，有丰富的食物，纯美的陈酒。在这山上，至高的上主要拿掉万民悲伤的面罩，除去笼罩在列国头上的愁云。他要永远废除死亡，他要擦干每一个人的眼泪，除掉他子民在各国所受的羞辱。这样，上主这样宣布了。那个时候，人人要说，他的确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一直信靠他，他拯救了我们，他是上主，我们一向信靠他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他已经拯救了我们。基督徒认为领受上帝的救恩，与上帝亲近，就是蒙福的记号。耶稣基督教导蒙福的真道，他在路加福音14章12节到14节这样说道：耶稣又对宴请他的主人说，你招待午餐或是晚餐的时候，不要邀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戚或是富有的邻居，恐怕他们要回请你，还了你的人情。你要请客，就去请那些贫穷的、残疾的、跛脚的、失明的，这样你就有福了。因为那些无力报答你，在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上帝也要亲自的报答你。蒙福之道就是为善不为人知，并且要招待那些行动不便、无法回请的人们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19节。我爱上主，因为他垂听我，他垂听我的祷告。我每次求告他，他都垂听。死亡的绞绳环绕着我，阴间的恐怖笼罩着我。我被恐惧、焦虑围困着，我就求告上主说：上主啊，我恳求你，求你救我。上主赐给我一切的厚恩，我要怎样报答呢？我要向上主举杯，感谢他的救恩。我要在他的子民的聚会中向他还我所许的愿。在上主的心目中，他的一个子民的死是多么可痛惜的事。上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跟我母亲一样，我跟我母亲一样侍奉你，你已经释放了我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，要求告你的名。我要在你的子民的聚会当中向你还我所许的愿。我要在你的殿宇、你的庭院里，在耶路撒冷信守我的诺言，要赞美上主。谢谢主将救恩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蒙福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福音的仆人，为主做光，使人得益处。
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